中共在东突厥散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罪行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批评的同时，中共当局再次强调继续实施同化和洗脑政策。根据天山网报道，6月20日，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马新蕊在新疆艺术部门进行了实地调研，并主持召开了座谈会。6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发表视频演讲，批评西方扩张军事联盟，对俄实施经济制裁。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正在将石油与贸易转向金砖国家。今年的金砖领导人峰会由中国主办，于23日以视频的方式召开。金砖5国占世界人口的40%以上，其中中国、印度和南非3个成员国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投了弃权票。土耳其外长与正式访问的以色列外长进行了会晤后，双方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土耳其外长表示，两国将继续在情报和安全领域共享信息，强调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土耳其基于2个国家的解决方案建议依然有效。上海中共病毒防疫措施导致原产于中国的丰田汽车零部件供应的中断，为此，丰田公司被迫延长停止生产日期。欧盟领导人23日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正式将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接纳为欧盟的候选国。阿联酋航空公司近日宣布，从今年6月23日起开通迪拜往返以色列的每日航班。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在海外寻求政治庇护的人员大增。2021年有近12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可以看出，习近平在执政期间流亡海外的中国人已超过73万。